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美国大学生反对以色列攻击加沙，哥伦比亚大学的校舍和学生占领，警方冲入去抓人，也引起学生的批评。今仔日是5月7日劳动节，劳工团体搁再发起大游行，号召4000名劳工上街头，伫总统府集合，搁再游行去到立法院。劳工团体表示，讲这薪水上加上班的时间伤过长，而且固定假日减少，退休的保障不足，加班的费率是这40年来拢无改变。呼吁立法院就要支持修法，正面回应全国劳工的诉求。国会修法挺劳权，连续执政5蜜月，连续执政5蜜月。手举标语大声喊，全台湾劳工的代表来甲开道，伫属于家己的节日，徛出来争取权益。劳工的代表讲，台湾劳工薪水低、工时长，固定假日减少，退休的保障无够，以后人员甲移工，劳动环境愈来愈恶化，连保障劳工权益上底线的劳基法，事实上煞变作是上悬的标准，根本是愈修愈倒退。如果劳计法修2，我们劳工要不要跟他们拼啊？要，别个表不？要。劳团讲到特别接劳动部长的何培山，朱总统热清调。甲民进党团总召集人郭建明，是要予劳基法愈修愈倒退3个人，而且搬行动局来甲因口说。砍价删光光，年金砍光光，轻的做公的。劳团呼吁劳基法爱阁修，进前甲7天的固定假日裁掉，这应该向予劳工。劳提薪制，头家人提800块的退休金，拢已经实施19年啊，早就应该提悬。还有加班费的费率，每当一直拢袂顶袂当。40年来，加班费都没有去调整，希望也透过这个机会，针对加班费要做一个修正。所来游行的队伍去立法院外口，拿着被3党的党团，嘛派代表听劳工的心声。主办单位嘛准备2粒球，为队伍的上尾慢慢领到舞台头前，要求各党团伫选举进前挺劳工的政治承诺，都要照拼照行。别摆烂，挺劳工，要修法，护劳权，别摆烂。6月4日的总统蔡英文透早伫人面册甲劳工讲辛苦啊，强调伊执政8年，持续提升劳工的权益，包括连续8年起基本工资为每个月2万块，到今年27000外。也若孙总统热清调嘛伫人面册表示，民进党一直甲劳工徛做伙。就任了后，会透过无共政策，确保劳工的权益，包括维持劳保基金稳定运作，举办大型育婴假等等。记者综合报道。在今年2月，有一个姓简的查甫人，伊驶货车弄死巡逻员，佮再冲入去八堵分驻所弄死值班台警察。专案经过2个月侦办，检方指出，会当确认被告迄当时是急性精神病发作，因为被告已经死亡，专案终结无被起诉。那被害人的家属也拢有申请200万的特别补偿基金。用头提拖拉机弄入去派出所，迄当阵即一弄是互八堵分驻所一个警察无名，弄出这大条的细简的查甫人，伫案发进前，搁伫台62线弄死巡逻员。今年2月，这个案件经过警方2个月调查，所以侦查终结无起诉处分。简某当日应该是因为急性精神病发作，才对这些素不相识的被害人发动致命性的攻击。那本案因简某业已死亡，给予不起诉之处分。终结无起诉，就是因为被告在做事了后，就去弄冰高度，结果随后火车弄死。检方追查动机，发现被告伫113年2月，经过病医诊断，伊有急性的精神病。伫案发进前5点钟，伊阁真紧张，走来甲警察讲有鬼在甲肉。伫日常生活，伊和被害人并无熟悉，但是2条无辜的性命都安尼无啊，造成家属永远的痛。这个案件会着重在他的法律协助，会在民事的部分。那这部分呢，我们的分会也已经安排律师去做法律咨询。那后续我们也会尊重家属的意愿，提供他有关民事方面的这个诉讼上的协助。顺治的警察一家伙仔是愿意提告求偿，环保协会提供协助，但是因为专案是车祸被害死亡，无适用犯罪被害补偿金，被害人家属阁被申请200万的特别补偿基金。这个被告发生了后，阁较互警察驻地安全强化，引起讨论。进城的各县市警察局，他们有强化，比方说有那个防撞杆嘛，
那比较中期的部分，我们在征询预算，已经全面调查，要来补强，包括那个值班台、防撞柱等等。家己台北市有真侪派出所的门口拢有停乌多巴的菜交通间，警政署长吴明昭讲，这是初步方案，持续争取经费，中长期统一规划，设置风浪调节的方向来加强驻地安全。只是敢若现行的作为有基层的反映讲标准无统一，中央嘛无去正视驻地设计和选址这根本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联席会议今日摆审 NCC 组织法，邀请主委陈耀祥来质询，说引起南北立委的不满，开始质询无90分钟就起冲突啦。这南北两党是搁再提出临时提案，认为陈耀祥破坏宪政体制，爱改移送监察院。虽然民进党团反对，不过在野党人数较济，落尾也是表决通过。立法院司法交通联席委员会摆审 NCC 组织法，邀请主委陈耀祥质询。民进党立委黄国昌开始质询无到10分钟，双方就起配面。那个叫行政书，提供资料什么不是行政书 ？NCC 跟立法院对干，这个资料我们让委员通过啊。今天让大家看到什么 ？NCC 哪来的合议制啊？因为不满陈耀祥的态度，第一台卡的国民党立委谢良介是去甲邓伊邓到大声咧。民进党立委林国成甚至爬起来就要冲过，民进党立委是赶紧甲砸落来，然后调委吴宗宪嘛赶紧出来斗排解。滚出去！你在干什么？啊！大家停下来。南北立委会遮尔心讲会道，是因为立法院镜电视调阅小组真正要调相关的文件，不过去 NCC 拒绝，讲希望先理清敢有符合法定的程序。要调阅资料也依照程序嘛，我们给资料也是依照程序嘛。针对陈耀祥的讲法是无度接受，南北提出临时提案，讲陈耀祥破坏宪政体制，应该大力谴责，移送监察院。虽然民进党团反对，不过在南北人数的优势之下，也是表决通过。另外，在野党嘛对行政院前一天公布的 NCC 委员提名人选有意见，因为主委这个位是按算甲目前的副主委洪标忠升起来，还有包括台师大教授陈炳宏、世新大学助理教授罗慧文、NCC 北大事业管理处长詹义莲。这个提名这4位啊，过的几率不高，不通过以后你就继续做，有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陈耀祥回应讲，提名权是行政院长的权力 ，NCC 是表示尊重。因为伊认为讲，这4个人拢真专业，嘛强调伊任期满了后，就当去好好教册。就算新的委员提名无过关，伊嘛袂阁继续做这个职务。记者综合报道。未来总统赖清德5月20日就要上任，中国解放军今日进行伟大军演练。国安局长蔡明干在起就表示，6月到11月是中共固定的军演季节，今会加强对台演习。国安局也强调讲，因会继续来注意。中共继续伫咧台海有军事行动，国防部伫咧7月发布，总共征集强舰7台次出现伫咧台海，国军运用任务舰亚华地飞弹监控应对。针对准总统赖清德5日就职就要到啊，中共是毋是对台湾实施围台军演？国安局长蔡明元分析，中共对台是采取火箭2种手法，影响未来新政府两岸政策的走向。再加上6月到11月拄好是中共军演的日季，所以将做大家注意的焦点。从6月到11月份，因为是中共它例行军演的季节，所以这个部分在进入了中共军演的热季，中共会不会借口来进行一些军事的演习，来对台湾施加进一步的压力？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国安局目前正在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讲，无人想要烧战。蔡明元强调，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是台湾上悬的战略目标。也希望两岸会当加强合作，避免情势失去控制。另外，国民党的立委黄仁随团访问中国，被质疑有泄露国防的疑虑。民进党林楚英指出，立委有固定真济设备的漏洞，应该修法管制到大陆。蔡明元回应讲，反渗透是国际主要立法的趋势，但是国民党的马文君正不满。反呛讲，民进党是自我限制。过去几年，我们的法规规范里面，对于行政部门已经做了相关的一个蛮严格的规范。那只要立法部门也能够有相关的讨论，或有一些相关的规范，我们也不要做国会外交啊，你哪里都不应该去。今天是你自己身份，还有你自己的行为，自己要去把它拿捏，犯法就办，包括过去的一并来查。针对着如何强化国家关键的基础设施，蔡明元表示，
会做好相闭环系统加巡检的机制。因若中共嘅保守国家机密法生效，错别案回应，这项法案授权第一线查查人员正大权力，并且强调或将党嘅领导。国安局会继续对中共嘅内部发展收集情报。记者综合报道。乌多派团体今仔日做伙甲乌多派停伫咧交通部门口，要到100位民众伫外口抗议，许政府就要开放乌多派骑内线车道，而且开放这大型的重型机车呢，会当上高速因的诉求。这交通部表示讲，若准大多数民意有支持，因也会互这个大型机车上高速，这部分因会搁再研究。交通安全，不分轮数。大车发口后，各护吊车将交通部包围，恶意劳动节下晡，真侪多群团体伫交通部头前认真抗议，各提出废止道安99条禁行机车条款，开放大型重机驶国道，甲分制度改革甲态度无适性驾驶等诉求。现在驾照制度改得再严格。现在出去的人是好的，但是我们已经放太多不适任的人在路上了，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去把那些已经在路上的不适任驾驶给抓回来？陆群团体表示，过去已经真侪摆向交通部提出诉求，按过无受到正面回应。有评啊，除了骑车也会塞车，用路人不应该因为用无共款的交通运具，伫交通法规顶悬受歧视，所以佫一摆交电政署和交通部。我们如果看之前在快速道路的一些检核的指标，其实整个大型重机的事故率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甚至是远低于小客车远低于小客车。但是呢，政府呢他们却用了一个很奇怪的这个检核方法，说我们还是没有到达他们所谓的标准。针对多群团体诉求，交通部表示，规制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99条开放机车骑对侧车道依然爱互地方政府道路主管机关因地制宜。另外，重机上国道今年高公共除了办理民调以外，会搁启动办理大型重机行为检核作业。那民调得到多数民意支持，也得到地方政府正面支持，而且社会气氛对大型重机技术行为观感有改善，而且搁建议开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道1号中华宝岛路段，因为这班机会结果了后，规个壁开内面的面啊是硬飞，这影响到塞车的民众。另外，这南投草屯也有这个班机会面啊伫遐飞，医生就表示讲，若种有过敏的人，就要特别注意咯。民众赛车翕到这白色的面啊，一直安尼飞过来，看起来就敢若在落雪。但这是时速超过100的国道，驾驶人真烦恼，会影响到看路。分析是多少会，因为会想要看，对我们驾驶人在那个行车安全的话，多少会有一些危险。当年3、4月份是班机会的开会期，5月是班机会结果的季节。那季节避开了后，这班机的面啊就会对风飞走。虽然讲看起来敢若5月在落雪真水，但是国道警方拢会提醒讲，在国道1号的北斗路段拢会有这种景象，驾驶人赛车是搁较应该提高警觉。说不要让这个美景影响到我们驾驶的安全，在这边就是呼吁说，驾驶人就是要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在南投的草屯有这种5月雪的景象，地点就在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的草坪，虽然看起来是真水，但是最近因为有风面，有时风真透，有时大日头，一大堆面啊安尼世界杯的医师提醒讲，有可能会引起过敏。有过敏体质的患者，在遇到木棉花絮的时候，容易引起眼睛痒、鼻子痒、鼻塞、咳嗽，甚至引起气喘。医师讲，这面啊，拢是吸入性过敏源，对呼吸道含过敏族群，较会造成刺激。若是无遐严重的，就会咳嗽；若是较严重，有可能会引起下肢。提醒民众，若这个时期要出门，就要做好自我防护。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国家艺廊头一摆和台南的基美博物馆合作，推出4个月展览，对拉斐尔到梵谷总共展览50位大师正本的图画，不论是文艺复兴或者是印象派，拢总有，带观众朋友来去欣赏。
乌雕伫草玻璃杯画甲真活，互看的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这幅是真出名的画家范古1890年的创作。另外一幅互杜丁家乡的查甫囡仔，是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以戏剧性参光线做特点落去画。这本正爱伫英国国家艺廊才通看到，这回该艺术的乡亲真有福气。200年来，因头摆来台湾基比博物馆做展出，来这一抓就会当甲50位大师的正本看好脚。第一个单元是有关于文艺复兴初期以及盛期的一些绘画作品。那第二个单元是南方以及北方的巴洛克的艺术绘画。那第3单元呢是18到19世纪一个壮游风潮带来影响的以及英国绘画作品。那第4单元就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印象派的许多大师的代表作品。这摆国际内底包括有拉斐尔、雷诺瓦、高更甲梵谷等大师，计共用5200原作来呈现13世纪到20世纪西洋艺术的重要时期。英国国家艺廊馆长指出，因整合侪经典作品伫咧遮，打造敢若像缩小版的国家艺廊。5月7日是英国官方200周年，因毋望透过遮的多元艺术精华，互大家有独一无二的感受。We have sensed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at there's a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the National Gallery's activities and in European painting among audiences from Asia. Of the gallery's bicentenary, part of our gallery is undergoing major capital works, so it was possible to bring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ictures in the gallery to Asia. 亚洲巡回特展上尾站来到台湾，这场西洋画展初期正式对外开展，展期到9月7日。刷来的展品应该会提转去伦敦做展示，嘛留下历史性的一刻。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最近网络顶头针对台语名称讨论较热烈，特别是教育部坚持用闽南语，引起学者和民众不满。就台语团体提出文献来证明，讲台语这款的称呼是台湾社会用足久的名称，是对1960年代了后，国民党政府为着要推销国旗政策，强化台湾人的中国意识，才硬要用闽南语来取代台语这款的叫法。另外，也有立委徛出来呼吁教育部，就要根据着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精神，尊重台语族群对家己母语的称呼，赶紧把闽南语的叫法改做是台语。针对台语这个语言名称，根据文化部的调查，有7成的人用台语来称呼。教育部所坚持用闽南语，搁互中国学者提来打压咱台语的叫法，引起学者和民众的不满。有台语团体提文献指出，其实1960年代进前，国民政府也是使用台语的叫法，是1960年代了后，为着要强化台湾人的中国意识，才要求甲台语改叫做闽南语。闽南语这事颠倒是国民党政权伫60年代为着要推销国语政策，才开始使用的一个算做讲政治上的名词。咱教育部爱带头开始来带动来使用台语这个名词。另外，台语团体嘛强调，台湾的台语早就融合原住民语、客语和日本话等等，是台湾几百年的历史累积起来的语言，和中国的闽南语伫咧各种语序和用法都有真大的相差。针对这届的争议，民进党立委陈培如嘛要求教育部要根据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精神，尊重台语族群对家己母语的称呼。我感觉用台语这个名哩，应该较有咱的台湾的主体性。我是支持甲这个名爱统一甲对啦。咱看要来开公听会，还是开座谈会？我感觉这种会使叫人爱去做的代志。同时，我嘛要求教育部，伊要甲这个代志、这个声音提转去，互因相关的部门去研究。立委陈培如表示，伊支持用台语来代表语族的主体性，伊嘛呼吁教育部莫阁用劝讲，也是无社会共识来议题。陈培如表示，伊也拍算要求教育部开公听会，也是座谈会，邀请专家学者、民间团体等做伙来研究。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所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因为这反对以色列伫咧加沙的军事行动，美国的大学生因是继续示威。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进前有学生占领校舍，说是互警方冲入去的人，掠袂到100个人。学生就批评学校这款的做法是违背学校关心社会议题传统。全副武装警察为原路窗仔进入建筑物，大火一马四界超吹，来定占领校舍学生。校园周边是看到示威者甲警方对立，有人被塞倒伫涂骹，互警方上校带走。
为抗拒以色列伫加沙军事行动，美国大学示威潮继续扩大。30透早，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看他攻占汉密尔顿大楼，伫他外口放印有新德大楼的布条啊，向庭将建筑物改名，来纪念伫加沙互以色列军队杀害巴勒斯坦6岁囡仔仔的心得。I unequivocally stand against the idea that Jewish people cannot be pro-Palestine. Human life deserves to be protected. So that's my perspective. 警方伫高台行动也将近100人，反倒事态升级。校长沙菲克要求警方继续自首校园，一直到5月17毕业典礼结束。不过为示威爆发到即马，学校做法一直引起学生的批评。We have not only the privilege, but the responsibility to continue in the shoes of those who came before us, not necessarily all using the same tactics, but ensuring that we're able to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this university as one that is indeed socially aware, one that does have students that do care deeply about what goes on in the world. 常春藤名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是全球顶尖学府，长久以来引领社会关注重要议题，包含1968年反越战、反种族隔离抗争。迄个时阵，共款有警方进入校园暴力镇压，掠700人。即马高大学生搁一摆站出来反对加沙冲突，因讲是传承学校的学运传统。公司新闻有关评价。伫马来西亚有真侪穆斯林，因为特别表达对以色列攻击加沙的抗议，马来西亚抵制美国的连锁品牌肯德基，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超过100间的 KFC 分店收起来，或者是暂停营业。另外讲到中国黄金周今日开始，中国旅客煞无亲像较早拢走去到香港，这香港当地店家也讲生意真歹，真侪店拢已经收起来啊，而且这空间也想要碎人。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肯德基门市就南山的顾客，马来西亚有60%的国民拢是穆斯林。自从以哈冲突爆发以来，所有被认为亲以色列或者是甲以色列有资金往来美国连锁品牌，亲像肯德基，拢互穆斯林民众强烈抵制。自经过几个月期末了后，马来西亚的肯德基有高达100多间门市，毋是倒去，都是暂停营业。其中吉兰丹地区是东西区，有将近80%的肯德基，差不多11间分店被迫关门，柔佛也有15间店关门。有马来西亚肯德基经营权的公司 QSR Brands 集团伫马来西亚总共有18000个员工，其中有高达85%是穆斯林。当地媒体报道讲，安尼巨尾行动已经互当地民众失业。马来西亚民进党书记主席侯东强就指出，若政府无设法挽回或者是结束，会惊遭外资拖累国内经济，加入两败俱伤的局面。新加坡海峡时报是报道 ，QSR 集团是借这机会重整各分店来维持盈利。马来西亚支持巴勒斯坦组织也出面澄清，肯德基毋是因针对的品牌。另外，中国五一假期伫5月7日开始，香港入境事务处估算，这5天假期会有590万旅客出入境香港。不过，当地点头煞摇头甲面，因为伫新冠疫情滚价3年了后，厝税欠权已经无亲像过去中国观光客客满街路景象。伫旺角经营日本礼品店12年的头家都挡袂落去，无奈甲想要哭。伊讲，若无关店，根本无钱付厝税。因為好多香港人咧，可能係去咗日本玩啊，翻咗大陸啊咁樣，或者係覺得係一個係其次嘅問題咯。重點都係我哋做嗰班客人咧，好多人都係即係移咗民。真濟點頭講，香港嘅購物區攏無人去，世界人嫌過少，街仔攏是店面尾碎出去嘅廣告。香港喺去年重新開放中國旅客觀光，不過根據香港旅遊局統計，2023年中國旅客去香港旅遊人數比2019年疫情爆發之前下降13.6%，就連中國旅客消費率也下降36.4%。2019年中國旅客平均每天嘅消費也是2000港票，2023年只有1004港票，因講是每人每天只有3300台票。公司新聞新竹報評價。個月就愛報稅咯，今仔日拄好是勞動節，真濟民眾攏休困，因着直接衝去國稅局要報稅。財政部處長李慶華就鼓勵民眾盡量用網絡或者是手機這個線頂報稅。到目前為止，已經有11萬戶透過網絡完成今年的申報。你要證明他無工作能力。
号，请到5号柜台。国税局人真济，670万申报户都要特别注意咯。所得税申报5月初1开始，第工拄好拄着五一劳动节休困，临柜现场人是客家杂统统，真侪人透早就来报税。早报税早退税，因为退休了，用年纪比较大，比较不会用那个。不然一定要请假哦。第一天蛮多人的，对呀，最后一天更多人。不过还好，一般报税都这样子。所以我们都很早就报税，我们都没有拖到最后。今年报税维持法定5月7日到31日申报期间，现场未少劳动人表示，也习惯是临柜报税。财政部是鼓励民众应利用网络手机报税系统，免到国税局走一转。伫厝轻松报税，也可能参加抽奖，头奖是现金20万。台北国税局中正分局客员报税人现场专员详细教民众如何用手机报税。财政部处长李庆华顺时报税进行时透露，透早系统上线了后，已经有11万户完成手机或者是网络申报。刚才从这个系统的统计资料来看，大概已经有完成申报的已经有11万户左右。所得资料查到服务，因为我们从4月26号就开始提供服务。到目前，就我所知，应该是已经将近有100万户的民众已经完成所得资料的查调。李庆华也表示，今年基本生活费增加到20万支，民众应集会所得增加，同时网络申报增加，查调资料税额估算表，民众应下载检视所得，应交退税款资讯，真紧地完成财政部规划伫明年成立，加速应变修版本，希望应更加便民。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的国民党团、民众党团提出袂当起电钱的提案，因利用人数优势，伫立法院表决通过。不过经济部是强调电价是依照电价法，经济部和台电拢是遵守电价审议的结果。经济部长王美花也强调，若准备到起电钱对台电的财务影响是真大，也影响到送电的稳定。不过国民党和这民众党也批评政府就要检讨能源政策。国民党团的总调部坤基讲，要来修改电价法，未来若准电钱要起，就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若要提限电价卖起，直直反映有人数优势表决通过。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回应，俄乌战争和国际燃料成本一直升起来，台湾相对其他国家伫起电火钱方面已经采取较温和的态度，造成台电了钱。若无起电价，对稳定用电是不利。这样的一个挑战事实上是对台电非常重要。然后否则如果没有办法这样挑战，那对台电的财务会有很大的影响。那这个也不利于台电稳定供电的一个功能。民众党主席柯文宪表示，若经济部解税有理，并无反对起电价，不过提出3大质疑，认为政府爱检讨能源政策。国民党是炮火连连，真想去批评行政院无要插立法院的决议。放回今年经济部有产审查，除了人事费用甲一般性补助费用以外，其他考虑全部冻结。另外，还阁修电价法第49条。我们会在这个礼拜5立刻抽出电业法49条来进覆2读，我们会正式来修正电业法，让未来电价的涨跌必须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国民党团书记长洪明凯表示，立法院决议有法律效力，呼吁行政院唔通擅自扩权，甲民意来对抗。不过经济部也讲，4月7日起电价是依法办理。国民党团见招拆招，初三要提出修法，互未来电价决议爱经过立法院的同意。记者综合报道。气象署警告讲，对昨深更到今仔早起呢，这西半部就要注意大水雨。台南高雄也拢传出灾情。台南的安南区就车路落一坑，大概有2米宽。伫高雄公山也有边仔互风扇倒，林武也有建安的机仔互风扇一个挂伫个高压电顶头，向失电，加载是无人着伤。因家规个起气，掉伫电缆线顶悬，早起高雄透大风。林武北澳社区，这栋徛家2日时间，应该是去互风扇起气。电箱啊，这支电报条迄边安尼悬空安尼尔，没倒塌啊，倒下来了。这样怪这样，但有2个警察在那里。部分的应家掉伫电缆线顶悬，附近是断电维修。这2天公山伫办那卡会，袂少返下来遮摆摊啊，真侪档的布棚去互风扇甲规变去。
晴雨带中的对流性的这个雨跟风影响确实在像是弥陀区啊、左营区、前镇区都有出现8级的强阵风。高雄透大风，也若台南市30暗时开始落大雨，造成安南区城西街2段、我迪白港桥迄条内的路出现差不多2公尺宽破空。差不多昨下晡2点外的时，就开始大坑小坑一直崩了啊。到好3、4点的时，就像充满这个情形啊。那如果就做一个必要的紧急处置就对了。后续施工的部分的话，我们一定也赶快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考量。初一过后，气象署针对台南、高雄、甲屏东发布大雷公雨的特报。屏东小琉球的民众观测到天顶有一条真高的云，嘛出现上大雨的情形。高雄气象站讲，主要是台湾海峡的南边有一条对流，较会出现明显对流系统，或者是过道雷公雨。按算初2之时台南以南也是会有雨，到初2暗时或者是初3之时才会较好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天气介无稳定，连咪落雨，连咪落出日头，真侪菜园仔菜拢烂去啊！云林西的果菜市场表示，最近菜有起价，大挂1公斤20块起到28块，亲像这土白菜、藤丝仔菜起拢1倍以上。农民透早问收小白菜，不过最近受天气无稳定影响，云林连续几啊天落大雨了后，搁出日头，互真侪小菜堆出现损坏情形。都温度较悬啊，落雨天搁出日头，就温度悬，当然嘛是较歹过啊。系啊。在地果菜市场表示，最近半个月菜价为每公斤10块起到28块，其中小菜类起幅度超过3成上济。小白菜了哈，它几乎是翻倍了哈，在半个月以前，它是每公斤大概漂亮的是20块了，现在都涨到40块以上了。伫自助餐工作人员讲，最近小菜类买成本增加1到2成，为留住人客，甘愿先家己吸收成本。青菜啊，因为这边的人都习惯吃青菜，所以成本我们就变成要自己吸收。对，要自己吸收。在地果菜市场指出，目前菜市产区土的含水量悬，搁出日头会互部分小菜类烂去的情形，所以小菜类价格也搁有起的空间。不过花果类的价格都较平稳。记者综合报道。军店各个公园协助这梅花鹿探证，野外族群大概有1500只。不过最近却传出讲有人去拍拉，是为着这梅花鹿的鹿茸，也有鹿角头。照片上发现讲这梅花鹿已经死去啊，伊的头也互斩掉。军管处表示讲，年初确实有发现讲，介绍有人来这拍拉，但是找无动物的尸体，因会继续追查，也鼓励民众斗检举。警察发现有可疑的人，而且还查到蜡枪甲火药。这是今年年初，警方甲昆管处联合稽查的时阵发现的。不过，迄当阵并无看到动物的尸体。最近在地有风声讲，有梅花鹿去互斩首，居民是真痛心，家己做传单，内底写龙盘草埔风景区是盗猎者的鹿园，是梅花鹿的亡仔埔，希望会当阻挡这个情形。民众讲，演过清在伫草埔啊，看到规定的梅花鹿。不过最近会当讲拢无得看。去年8月中，垦丁国家公园内底，伫港口溪水尾桥，嘛去有环团发现2只梅花鹿的尸体，倒伫草埔啊内底，为暗棍啊互斩断，头壳互偷提去。针对梅花鹿盗猎情形，本处也跟保七总队第8大队执行联合夜间巡查，来加强取缔。昆管处表示，会甲警方加强稽查。嘛强调，梅花鹿虽然毋是保育类的动物，不过伫国家公园内底有猎捕的行为，也是属于违法。若经过调查是事实，相当会当罚3000块。记者综合报道。面对全球的气候变迁和动植物的生存危机，一寡民间团体今仔日就呼吁政府应该爱开创和环境保护、生态相关的头路，力将提供就业培训和美合的平台。台湾挂上国际净零卡步，民间团体指出，即马大家拢会注重谈相关的议题甲人才，但是有一定为互生不多样性的力量人才，无互社会看重。这群人伫国家走向净零的同时，协助保护生不多样性，达成国际30乘30 2030年进前保护全球30%区域生不多样性的目标。保护、修复
跟管理大自然，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很好的专业系统，有一些是属于比如说检验师的。有一些是属于像医生治疗的，那有的是可能后面的那个养护的长照的，那这些部分来讲的话，都是有赖更多专业者的投入。关注山南步道的民间团体举例，即马政府整理山南步道的发布工程，但是承包的单位大部分拢是土木专业、结构专业，对自然环境无一定优先。因指出，即马就有步道师会用更加友善环境的方法修理步道，也保护生态多样性。包括你要会工程、自然、社会跟人文，因为你要修好一条步道，你要了解自然环境，减少对自然的破坏。你还要了解历史，比如说传统工法技术。进行转型过程，你可能会带来工作的冲击、就业的冲击。我们会创造更多的绿色工作。民间团体指出，过去大众对绿色工课的想象，拢是再生能源、电动车这款行业。但是，佫有亲像步道师、树医师这款维护生态多样性的工课，值得咱来看重。因呼吁政府领领人才真重要，要有领领人才的培训体系，也要以行政院的层级建立下部分的领领就业平台。记者郭文谢桂林台北报道。为了环保，就要减少使用塑胶袋啊！新德县北部乡的公有市场对5月1日开始呢。这店头是袂当主动提供塑胶袋来互这买菜民众。实行的头一天来买菜民众，真侪人是真袂惯势。新德县环保局为着要推广这项政策，伫初期也推出活动，民众若准家己穿袋内底，就会当换一份礼物。猪肉大头家甲剁好的猪肉放入去头家准备的塑胶袋。政策推动的头一天，大部分的民众去菜市买菜，真侪嘛是拢无家己炸袋啊。新德县北部市场对5月1日开始，打商袂阁主动提供塑胶袋啊，新措施都实施反应无同。有的人他不是说他拿到有可以装就好，他用一个拿回去，只是制造那个环保，是不是？现在人家都推行减碳，你拿回去都丢垃圾都烧掉一大堆，是不是？所以你觉得这政策很棒，对不对？很好啊，乡下都是老人家比较多了，几乎都是还是要袋子。就算他今天带那个，他自己带个提袋来，我们还是要用到这个，绝对要的。塑胶袋比较方便，我拿回去进冰箱比较方便。其他都不方便。如果没有给塑胶袋嘞？那我不买。新德县环保局表示，大家意见政府拢有听到。因为目前市场用塑胶袋的量上大，才希望对市场来推广，也是会鼓励民众去买菜时，会当家己穿袋啊，大家穿好惯势，会当减真侪塑胶袋啊。那其实大家目前也已经知道，我们在一般的超市、量贩店、书局、药局也都没有主动提供民众免费的塑胶袋。那为了扩大这个政策的一个推动呢，我们今年开始在跟北埔公所合作，在传统市场也来做一个。不提供塑胶袋的活动。环保局也建议民众买鱼买肉会当家己炸鸭肉去底，买卵的塑胶鸭肉、抓鸭肉卖蛋，会当搁摕去买卵，减用塑胶会当对生活中做起。另外，为着鼓励民众做惯势，10月份进前只要家己穿袋啊来北部市场买菜，会当换小礼品。环保局讲，若是减用塑胶的效果袂歹，会继续推广去别个乡镇。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高雄有轻铁了后，不时有轿车或者是过路人占用铁轨路，影响到轻铁运作。昨暗伫高雄的高工站边路口，就一个查甫人呢，伊就挡伫咧轻铁头前。高雄捷运公司就讲，这款的行为是真危险，会当甲伊罚1,800块。轻铁的列车4月3日暗时卡伫路口，一个男性毋知啥物原因挡伫列车头前，安怎拢无愿意退转去轻铁的月台，互民众感觉非常的危险。当然是不好，但是我们有什么公权力可以强制说使他尽速离开，维持那个轨道的畅通？初一透早等于到事发的高雄高港站，也就是建港甲大顺二路路口，非常下班时段人车也是真多。通勤的民众无奈表示，常常拄到行人也是汽车占道，阻挡轻铁通行。好几次了啦，就路上都有遇过啦，也有汽车挡道的啦，所以已经就觉得没什么了。
台湾去年6月底修正道交条例，规定汽车经过有行人道路口还是路段的时阵爱让行人，但这个案件地点拄啊好伫轻铁供应路口的人行道，而且号志已经转红灯，行人的行为已经违法。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闻或见大众捷运系统车辆之声号或灯光，不依规定避让或在后跟随迫近，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高捷公司提醒民众，若因为身体问题等状况，无法度伫号志秒数来过马路，会使退转去月台区，唔通徛伫铁路还是黄色禁止停留区，以免发生危险佮违法。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有的人是影响出少年，不过这两个是有影是好大个淡薄仔天。这台北市有两个国中3年的查甫囡仔呢，因无驾照偷骑奥多摆，甚至是无戴安全帽，互警方查落来开罚单。却因为不满呢，两个囡仔半暝2点外走去派出所门口共牵鸡卵，落尾警方是依照违反社违法，将伊移送法办。这个查甫人家自大门试开了，徛伫咧大门，向警察所内面等鸡卵，连续等5粒，互内面臭摸摸。警方出面解冻，解带入去侦讯。他们就查几个，然后警察就碰出来了。这两个涉案人拢是高中3年在校生，会这么激动等鸡卵是早着有谋。伫代志发生之前的2点钟，两人骑奥多摆，互警方抓到，无照驾驶又搁无戴安全帽啊！成年了吗？骑车在干嘛？互警方开几落张红单，罚款自2000块开始起跳。警方调查发现，这两个少年人因为正不满警察甲开红单，就讲好要来等鸡卵。所以透早2点外，一个人甲警察应开，另外一个趁机会等鸡卵，拢被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喊请检方侦办。双方是因为在23时前一天23时的时候，因为无照被扣车，那后来双方是有合意，然后有共谋的部分来做这个丢掷鸡蛋的动作。警方表示，像这种涉及到社会法的法案，自108年到111年，总共有超过7000件。敢若是去年顶半年就3200多件，其中涉案的人有真侪拢是未成年人。青少年他们往往没有被教导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以及处理冲突，所以呢，当我们情绪拉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做一些什么事情才能宣泄掉这个愤怒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生理反应所选择的一个很粗劣的一个复仇行为啦。青少年用错误的方式消透心内不满，学者分析。这毋但是对法律的认识无够，也甲毋知安怎处理情绪有关系，建议对教育面来改善。不过，代志发生迄当阵的过程拢被翕起来，警方无排除另外一个人涉案。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华东抢购的早冬丢灯咧出水，伫上乡的农民就发现讲，因这有机产，这个乌菌病是拖甲满世界，伫我的产量恐惊会减少3成。农改场也呼吁农民就要赶紧进行防治。去年关山地有机产爆发乌龟虫的危害，地属稻仔减产。今年伫隔壁的地上乡，水产嘛出现乌龟虫的危害。即马早冬稻仔进入抽水期，都要开始生稻仔。这片有机产是去年地上有机米的冠军，嘛闪袂过乌龟虫的侵害。差不多每一张稻仔都会当找到乌龟虫，农民烦恼会影响收成。去田里就看到啦，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对了，这密度好像有点高，我就通报。我就请农会帮我通报改良场啊。农民通报台东区农改场去田里做监测，发现乌龟虫的密度有较悬，需用乌腔棍来防治，控制虫害莫阁扩大。农改场表示，乌龟虫是惊农药啊，不过即马高温阁担心的气候，虫会生了真紧，而且会伫无除药的有机产的繁殖，农民都要注意。地球的暖化、气候的变迁，这个虫子它生长发育速度比较快，那它这个虫本来也是被人赶到旁边去，那现在因为做有机的田区的话，它慢慢再回来田区。农改场表示，伫上乡复兴村发现10公顷有机产乌龟虫的危害已经有控制落来，未危害即马当咧吐水的稻仔，不过要是爱呼吁农民，伫田里若发现虫伫咧食叶仔，范围有较5分之，都代表虫害密度有较悬，爱赶紧通报进行防治，避免虫害扩大影响收成。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是5月7日劳动节，也是台湾的劳工团体台湾劳工阵线成立40周年日子。这40年来，因为着台湾劳工争取一礼拜会当休2日，和劳工保险，抑个退休金等等，也促成工会主法。即马台湾才有遐尼济工会组织为着台湾劳工直直出声，为着要互大家了解到劳工运动历史意义，因举办一个特点，希望透过英国影像和资料，启发众人来思考劳动议题。多数劳工一礼拜会当休2天，有劳工保险和退休金等等，这拢是台湾劳工上界基本的权利。这是侪侪劳工团体久年来和政府拼开力行街路抗争争出来的。其中台湾上早的劳工团体台湾劳工阵线，自改严时期1984年5月初1成立到今，伫劳工议题已经拼40年。拜三伫劳动节即天办特典，希望互大众了解劳工运动的历史意义。台湾的劳工运动是甲台湾的规个民主甲社会这变化去做一寡的改变，包括讲劳动一开始是来做迄劳工争议的这部分，后来搁做工会自主化，即马来做这政策的这倡议的这部分。台湾劳工阵线成立以来，协助滚侪侪劳工处理劳资争议，嘛推动工会自主化，催生台湾各地的工会组织来替劳工发声。现任劳动部长柯明春和英国捌做过劳工委员会主委5年外的陈菊，拢来到现场参加特定的开幕记者会，也分别针对劳动议题发表看法，表示除了爱愈重视移工的劳动权益，未来的劳动部长嘛着爱看到台湾劳工伫咧国际竞争的困境。劳政一直注重国际人权，那我们也想一想，这些移工在台湾，我们能够多为他做些什么哈？所以在这个劳动人权上，我们其实一路都把劳政当成我们的伙伴了哈。那我想未来哈，我们王市长也在这里哈，也会跟我们劳政哈一起来关怀我们所有劳动的权益哈，大家是好伙伴，也会一起为这个我们劳工争取更好的权益而努力。佩珊，因为它是长期过去我们在劳动法案的一个修订上，大概都有跟他接触过。那新的部长一定要有更多的朝野，更了解今天台湾的劳工在面临国际的竞争，他们所面临的很多困境。他都必须要好好未来跟劳工沟通。劳工阵线对上早的法律支援、甲发起社会运动，到达也继续为台湾劳工向政府提出侪侪劳动政策的建议。这个劳工运动特点办伫咧台北的新富町文化市场，对5月初1办到初8，嘛希望会当启发社会对劳动议题思考。记者卢尚如、郑俊由台北报道。在日本的三里关富士屋口屋顶有一间超商，是因为徛伫咧超商的大门口，就当翕到完整的富士山。当地尤其是吵，不过人一济却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最近社区就有乌布，把这个富士山的风景炸起来。游客组织伫马路边仔人行道开始翕相打卡，互出入超商停车场的消费者爱真细致开车。日本山梨县的富士河口屋顶以富士山的景色是真出名。有游客发现一间罗森超商会当翕到美丽富士山景，甲相片传去网络了后，吸引真侪外籍游客去打卡留念。也毋过游客人伤济，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朝の4時5時頃から写真を撮るね、また声が大きいね、アイスとかね、荷を積んで出ようと思ってもね、この通りが下手をすると公園で古城祭みたいにもうすごい人だかりになってて。除了噪音甲影响出入，尤其凊彩乱拼本数，也是无遵守交通规则，凊彩弄马路，甚至是甲弄入去私人徛嘅用地，拢互居民真困扰。虽然地方驻地单位有设立告示牌，搁且保全人员来管理，拢无路用。最后驻地单位决定要设置管人工厂外长20公尺的乌石布来挡条富士山的山景，阻止各种乱象。マナーさえ守っていただければ、ちょっとマナーがちょっと気になるところがたくさんあって。受到日票继续大影响，互真侪外籍游客拢去日本旅游。暂时搁拄好是日本的黄金周假期，互真侪日本国内民众考虑出游的地点，拢会排除外籍游客人侪的所在。根据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原本去年旅游真受欢迎的大阪京都，就因此互日本游客排除。颠倒是以东京为主的首都圈，因为有千叶县的迪士尼乐园，加上东京岛内有新的主题乐园。
园甲饭店，电动吸引国内游客去耍，嘛互东京千叶成做日本国旅上好的选择。这是入票票，嘛互每一人的国旅消费平均一个人增加36100块入票，接近大票7500块。公司新闻的是董炳业。最近天气一变化，明仔气象咱做回来详细看。吉隆到新竹对21度到25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7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